为着要因应超高龄社会甲少子化，卫生福利部今仔宣布要来成立3大 AI 中心哦，要甲政府的资源转做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。目前专家员计共是有16间的病院通过决选，要来乘做 AI 的指标病院。未来卖甲社署来合作，协助厂商来验证 AI 的模型，提升检查的准确性哦。卖甲健保署来合作，争取健保的给付。台湾有西药剂王国的称号，西药剂的人口超过9万人，其中大约有5成西药剂的病患是因为心血管疾病来死亡。为着减少西药剂患者并发心衰竭风险，台北营总甲电脑软体公司合作，研发出一套人工智慧 AI 预测系统，会当精算出西药剂的人发生心衰竭的几率，准确度达到9成，大大提升西药剂的安全性。牺牲的时候，如果说万一突然血压掉下来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紧急情况。那这种情况如何能提早发现的话 ，AI 是一个很好的帮忙。人工智慧运用伫医疗愈来愈普及，也过定面临无透明性、治安甲隐私等疑虑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卫福部提起宣布成立3大 AI 中心，未来会透过制定治安甲隐私权的管理办法，公开 AI 模型、资料效能等，提升 AI 透明度，也会甲社署合作，协助厂商验证 AI 模型，提升验证速度甲准确性。佮甲健保署合作，建立 AI 临床试验机制，争取纳入健保给付。特别是在少子化与高龄化社会挑战下，我们必须要加速导入智慧医疗科技，优化长照政策，改善医疗环境。AI 帮忙做临床试验，确定有临床效益的，把这些资料给健保会的一个专家呢，那他有个科学的一个基础，可以来评估适不适合来做这个健保的给付。卫福部强调，因应超高龄社会甲少子化，照护资源已经渐渐转做 AI 人工智慧应用。保证将来有16间病院通过决选，加做 AI 指标病院，未来也会继续推动 AI 技术的应用发展环境，为国内智慧医疗产业奠定基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